好恭喜喺2026年中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以及國際檔案日到嚟之際，與各位一同見證由澳門檔案館精心策劃嘅成影相乘澳門檔案館館藏歷史圖片展嘅正式揭幕。檔案係歷史嘅守護者，影像係時代嘅真實見證。本次展覽，我哋從館藏中精心挑選出一批19至20世紀珍貴嘅舊照片，將呢啲刻住歲月痕跡嘅歷史光影與當代嘅影像結合，透過新舊並置、古今對照嘅視覺呈現，帶領觀眾穿越時光，撫今追昔，細味澳門嘅城市變遷同埋人文情懷。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融之地，擁有獨一無二嘅歷史底蘊。此次展覽透過古今鏡頭嘅轉換，讓我哋可以更直觀咁樣去感受澳門城市景觀嘅中西和諧之美，以及澳門如何以海納百川嘅開放姿態，喺時代嘅蛻變中持續煥發出蓬勃嘅生機同埋活力。